兩岸四地大眾體育交流匯演喺南灣湖水上活動中心舉行，有2500人參加。匯演連續第4年舉辦，係兩岸四地大眾系列活動當中嘅重頭戲，邀請到嚟自內地多個城市、香港以及台灣一共11個團體參加。活動內容包括遊力球、舞獅、健身操等等，一共20個結合體育元素嘅表演項目。運動吸引之處就係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參與其中。只係開心啦，健康啦，我哋咁樣一定要求健康啫嘛。到這裡是為了推廣遊力球，希望更多人喜歡遊力球項目，然後也希望通過這次活動，更多人喜歡運動，促進大家健康的更好的發展。今次交流匯演嘅宗旨係全民參與，推動大眾體育。唔係南灣湖水上活動中心跳廣場舞，場面相當壯觀㗎。連在場嘅嘉賓都一齊運動健體拍。大會亦都為匯演舉行咗開幕式，體育局局長潘永權聯同一眾嘉賓進行剪彩。成個交流匯演一共有2500人參加。澳廣視記者何思琪報道。